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苏州的通安镇演出，是那里的一个农业部的开幕式。路蛮远的，开过去还有27公里，开了整整1个小时。演出的地方好像都是在稻田里，所以这个车只能停在路边。跑了那么多年演出，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地方唱。环境很好，空气清新。通安和华通我一直分不清楚的。华通我们之前演出过15天，但是这个通安镇好像是第一次来。镜子走得动？走得动了。是不是肚子里没有宝宝了，走路就不累了？路上全部都是车。听声音看演出的地方应该是在前面。明天后天就做。好。前面跑一步。上发展新局面，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。你们是唱什么的？戏剧。农村人民准备上。美特为思君，泪湿相飞作，梦好时，大喜去心美。炮竹夜声才拉去，回闻美报早春为。演出5分钟就唱一个梅竹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开车倒开了1个小时，回去还要开1个小时。回家喽。